好，10号麦克风，10号麦克风，试一试。喂，123，123，123。好，谢谢。123，123。这个哪一边的？这个是这我的。今天的。这个就是小会，就是改在1楼。因为那时候周报已经印出来了。我们这没写啊，1楼是这样。这可是没戴眼镜。今天是什么？新的界面吗？新的概率哦。啥的无？第一手是35，然后呢，5题。第二手461。细把人这个。7匹马台。
大家平安。咱大圣来团人今仔是礼拜要吟的圣诗歌。头一首咱来看圣诗35首，圣诗35首，决心实在学老。上兄弟多多慈悲，向我龙马最光，有恰近最相顾情。好，咱来看第四串的歌词，有恰，好，有请日日。照顾养饲，啊，第三集的歌词，咱来读一摆。第三集做伙来读，请上帝有我罪恶，哪当离西的远，哪天离地悬恶尺度，自爱难得推算。这边咱有看到同样的汉字，那个难前面是哪天离地悬恶尺度，这边是。难嘛，哦，真哦。那后面呢？阻碍哦，难的吹声，这边就不是哦了，这边就是难的吹声。好，就是破音字。好，那我们第三节再来唱一次第三节来，请。兄弟渡过罪恶。来看第四首的圣诗是461首。来第一集，我的心是默默的。我
仔日的课英文是37篇，有2个所在，牧师请大家小注意一下就好。课英文37篇。好，咱选着做伙来，先做伙来读头前3组，就是6节的所在。好，对一开始来请。无得挂如恁的性命要食什么，要穿恁什么，也是恁的身躯要穿什么。好，这毋是也是，是也是。好，也是，好，这边是读。也是恁的身躯。不是呀，是啊，好，它的注音是2声啊嘛，那我们读音就是啊，啊是恁的身躯要穿什么？好，咱继续来请，恁的性命减无较大伫美牛，恁的身躯减无较大伫衣裳吗？试看天中的飞鸟，无种作，无收成，无积聚伫册仓。最后这一句再来一次哈，无积聚伫册仓。好，咱今仔日就锻炼到这，咱准备礼拜，请大家将手机关于震动，迄就是关机。虽然地大变动，山到海中，海水航涌发好，山因为海中摇出，有一条河，伊的水流互上帝的城欢喜。
就是至悬上帝徛起圣的所在，拢免惊。上帝踮伫遐，城一定袂摇动。天曝光，上帝就帮助伊；日邦好好化，日国摇动。上帝出声，地就消扬。万军的耶和华，甲咱三角之地，雅各上帝是咱的避难所。三角内面信息第35首，我心实在懊恼，请会众起立来吟。咱游园兄弟，咱三角来交用读新的界面，请恁的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第正界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群头。我用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着用安尼三听。恁若三听，正若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心，请坐。交读启应文，启应文第37篇，出自马太第6章，咱掀开信息后壁56页。启应文37篇，我来启，咱会众来应。无得赶入恁的性命，要食什么，要啉什么？恁的性命减无较大伫绵牛，试看天中的飞鸟，恁的天父也得饲伊。恁什么的人会用赶路，互性命较长一刻久？亲像山里的百合花，怎样大丛？
若是我甲恁讲，当所罗门结项五时，当山泥草今仔日伫地，明仔日迄伫火炉，上帝福音穿甲安尼。所以无得挂如讲，阮要食什物，要啉什么物，要穿什么。独独大心求伊的国甲伊的义，所以无得为着明仔日挂如，做声一日的艰苦，伫一日就到遐。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当世间人在超找永远的福气。久长的喜乐，出人意外平安。感谢主，阮已经是你竞选的族类，是王的祭司，是神的帮助，是上帝厝内底的百姓。你是调阮出黑暗，立伫你美妙的光明者。信靠耶稣，真正甜蜜得主的人，真正有幸福。感谢主，互阮搁一摆来到你面前。代表的诗甲阮讲，你是我的主，除你以外，我无别的好处。你嘛袂将我的灵魂下伫阴间，伫即个班好好喊，列国摇动，战争政治混乱的日子，有时感觉无可能发生的代志，却伫现实中出现，互阮搁一摆警醒世间，逐项拢毋是人会当来掌握的。亲身体会到人的渺小甲有限，只有上帝你是掌管一切主宰，耶稣才是人类的盼望。感谢主，你将活命的路指示阮，用宝血洗清阮的罪，因为你的受苦，阮得到医好；因为你的刑罚，阮得到平安；因为你的受难，阮得到新的活命。伫即个清明纪念阮亲人的时刻。感谢主，互我有一个上大的应允，就是信我的人虽往死，犹要搁活。有一条诗歌讲，天堂一定真水，所以你一去无要转来，因为迄是一条黄金铺路、积水无比的所在。感谢主，互阮会当伫建成教会即个大家庭，三角生活。伫团契中彼此分享，伫圣工中做伙服侍，伫主的厅内面三体祈祷，会当服侍是一种恩典。愿要伫服侍中拿亲近主，还是耶稣为门徒洗骹谦卑的款式，彼此相听，这嘛是主你予阮上大的诫命。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每一天更较亲近你，伫每一项服侍中拄着你，阮就会体会到主你的应允讲，代代成就伊的国甲伊的义，就这的面拢要说互恁。只是恳求信心充满伫今仔礼拜，你的话来光照阮，带领阮进入光明佮丰盛的活命。阮的祈祷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们。学了，圣歌对今仔日要用，我一生要服侍我的救主来献诗。
圣经，今日咱要来看上帝话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3章第4节甲15节。约翰福音13章第4甲15节，咱的周报后壁嘛会当来三甲来看。就离开道，脱衫，摕紧家己鞋，倒水伫盘里，洗学生的骹，就将所下的紧甲因拭。洗到西门彼得，彼得甲伊讲：“主啊，你会先洗我的骹吗？”耶稣应伊讲：“我所做的，你现今毋知，后来就会晓得。”彼得讲：“你永远毋通洗我的骹。”耶稣应伊讲：“我无甲你洗，你就甲我无干涉。”西门彼得甲伊讲：“主啊，毋若我的骹连手甲头壳也着。”耶稣甲伊讲：“人洗浴了，只着洗骹，就照全清气。恁才会是清气。若是无逐个清气安尼，因为耶稣知卖伊的人是一罪，所以讲恁无逐个清气。已经洗因的骹，穿衫，搁坐，就甲因讲：我对恁所有行的，恁知嘛？恁称呼我先生啊，主啊，你会话着。我实在是，我做主做先生，上请甲恁洗骹，恁也着三角洗骹，因为我已经用模样互恁，互恁照我所对恁行的来行。讲到，咱请义节牧师伊讲的题目是服侍的意义。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搁一遍呼召组织，你正囝儿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阿罗你。愿你的话亲自医治安慰阮在座所有兄弟姊妹，凡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来跑走头前的路站。愿咱的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服侍对伫教会的兄弟姊妹来讲，咱是常常听到的两字啊。服侍嘛是囡仔，咱教会有特别的。透过各项的服侍过程中间，的确互咱个明白咱的家己，明白咱的兄弟姊妹，明白信仰，明白咱的上帝。以前牧师的信仰的起造，会使讲是一段一段服侍连接起来的信仰。咱知影服侍是一项好的代志，嘛是信仰顶面真重要的一项代志。但是，无管是伫教会还是团契的中间的服侍，当服侍正做某一寡人的权利，伊就是迄个位无要赖。若是咱对服侍无正确的明白的时阵，不但无利于咱的团契，祝福咱的教会，反倒成做教会彼此纷争的来源。今仔日是长寿主日，嘛是耶稣受难的主日。主耶稣基督为了世间人行渐渐行是一个。牧师会今日透过约翰福音书13章第40到15节，耶稣为门徒所做，咱做伙来学习服侍的意义。首先，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经文第40到第6节。第40个咱的周报表面吼，来，咱做伙来读来请。就学生的骹，将所下的紧甲伊拭，洗到西门彼得，彼得甲伊讲：
主啊，你洗我的骹吗？读到这。对13章到17章，约翰福音书13章到17章，离耶稣受难进前，会知讲是耶稣最后一段的工作，并且门徒对耶稣的所做的代志，因内心的冲突会愈来愈大。13章第1节到第3节，今仔日无伫经文内底，但是第1节到第3节讲啦，讲到耶稣甲犹大，讲到这个老师甲门徒因接续要做的代志。犹大耶稣的学生，为着家己的私欲，内心受魔鬼引诱，伊出卖家己的灵魂，陷害伊的老师，直到伊进入黑暗的中间。咱看耶稣为着世间人，却是牺牲家己的性命，行往受苦的十字架顶所流的血，正做挽回咱世间人的罪。最后，耶稣牺牲伊的性命，成做救赎世间人的光。犹大互咱看到是黑暗，耶稣互咱看到是光。其实耶稣一路咧做的代志，军队门徒是愈看愈看无，因拢看无耶稣到底是咧做什么代志。其实毋是仅当初的门徒愈看愈看无，就是咱21世纪现在的教会嘛同款。咱受世俗化价值观的影响，教会发生内底发生一寡真奇怪、离谱、无合信仰的代志，嘛互咱看无。这感觉阁是耶稣的教会吗？耶稣是好牧者，关心羊群，伊一路上呼召军队伊的学生来医治、来赶鬼。耶稣特别告诉迄送向的人，伊讲天国的道理，搁行最的生涯技术，甚至互死人搁活。军队相信的人愈来愈多，但是过程中既然出现门徒彼此咧相争，在门徒一路咧争论当耶稣做王的时阵，咱想要一个正面，什么人要坐伫倒边？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有一大群人手也张手机，话讲：和散那，以色列王，奉主名来，应该称颂。军队耶稣身躯边在门徒看到这个情形，因内心毋知怎样想，我毋知影恁会怎样想。这门徒伊讲，就是安尼，耶稣就是咱的王，阮的老师，伊真正要来做王啊！但是伫今仔日经文的背景的下面，咱看到，这个门徒因的内心开始产生真大的改变变化。伫搬过节的暗时的时阵，暗惨的时阵，就是咱今日读的第4节到第5节，描写耶稣真奇怪的行为。咱读这段经文，感觉耶稣的动作真奇怪。第一个，耶稣突然间脱八体咧，摕一条巾擦，然后倒水，擦在咧门徒洗骹，搁擦因膝骹。这脱八体、洗骹，甲擦因膝骹，甲入伊进入耶路撒冷的时阵，真众人安尼铺塔的这个尊严的画面，完全是产生真大的无共款。恁即摆看牧师一早起来咧扫涂骹，应该袂感觉奇怪啦吼。今日早起牧师，恁今日食的卵等下问卵牧师今天早上有打蛋咯牧师点现一手拍卵拍卵。这时门徒内心应该是非常的惊吓、不安，毋知影要如何。应该是安尼讲。这门徒看了耶稣突然间做这项代志，因反应袂过来，他们反应不过来，是安怎？无人敢出声。其实是咱信仰的旅程的中间，咱检采有像这门徒安尼反应。
当一项事件发生，毋是咱设定的范围内底，内面，而是超过咱所想的。无管是伫教会，还是学业，还是伫咱的工作、家庭、身躯病痛的发生，甚至关于死亡这样代志，咱拢有真大的反应，咱无法度接受。咱内心可能讲，信仰无应该是安尼，生命无应该是安尼。为什么某人这么认真服侍上帝，哪会拄着这歹的代志？毋知对什么时阵开始，咱家己定义咱的生命的长度，我们自己定义我们自己生命的一个长度，咱家己定义咱的人生。咱甚至定义咱所信的耶稣应该是什么款？咱定义咱所服侍应该爱如何来进行，较合我的意。咱渐渐袂记得上帝掌管，上帝说了才算。咱常常甲这问题含落甲问题同款的想法。伫这个紧张的时阵，突然间发生一项代志，就是彼得突然出声，而这个大家安尼挡袂牢的时阵，感觉真奇怪，先彼得出声，就是今日的第60个经文甲第90，彼得查耶稣讲：“主啊，你要洗我的骹吗？啊，无你连我的手、我的头做伙洗好无？”恁听到这句的时阵，是毋是想要笑？这个彼得真正是真趣味的一个人，真趣味的一个人。这洗骹的动作，看来连彼得嘛看袂落去。伫门徒的眼中，耶稣应该是互众人普塔反复，进城要做王的迄个人。但是伫犹太文化迄当时，当有人客来到咱家己的厝的时阵主人会请奴仆去帮伊洗骹，绝对主人袂去遐洗骹。主人去洗骹，伫迄当时是无合意的一项代志，就是同辈我就在同辈之间正常的下面，彼此嘛无愿意互相来洗骹啦。咱真久无看了云云姐一早起入来伊安尼参阮5、6个、7、8个，大家来抱来抱去，咱顶多会抱来抱去。你讲叫我在云云姐洗骹，可能嘛奇怪，伊嘛可能嘛袂知影洗骹。这边讲，何况老师同因洗骹，咱还记得门徒伫耶路撒冷的路上的时阵，因来彼此咧相争啦，谁要洗正边，谁要洗倒边。其实这嘛是教会2000多年来混乱其中的一个原因，分党结派，看家己比别人较强，直到咱无法度互相来洗骹，彼此相听。而这时的门徒因也无法度了解洗骹的意义。若咱经文第70讲的，第70，咱做伙来读第70的经文，第70来请。我所做，恁现今毋知，后来恁就会晓得。其实，如今的基督徒离开教会，无事都毋免讲。虽然有一群人照期间来参与教会的礼拜甲活动，嘛无一直完全明白耶稣救赎的恩典是有偌大。因为犹原有真多人将咱教会、将军队耶稣当作一个宗教。这是真可惜。门徒所明白的领袖，应该是高高在上较对。如今耶稣却成做卑微奴仆的角色。这间世界价值观是完全无同款的。某一部分，因对老师的行为，因会感觉老师哪会遮冷静？
但是耶稣这个世界的动作，佫带来互因心内心有真多的骄傲的挑战。既然有这款的领袖，耶稣世界这个动作，互因的内心，因上心内底心思意念产生真大的冲突，因为因门徒犹原有真多的拍算。真多自专，真多贪婪。讲较白是，因嘛想要做王。其实咱内心大家拢有想要迄个做王的迄个想法。耶稣这个世界的动作，哪见切入因的上内的心内，将因的心破开，这个门徒因的反应遮尔大，强要抓讲起来。耶稣这个世界的动作，伊带出来佫较深的意义是要互军队伊的人，就是现在咱想要进入天国的人，咱需要有真正的谦卑，咱真正要有卑微的心，甚至咱要有牺牲性命直到死迄个决心啊！因为耶稣亲自成做咱众人合适的典范，强受人看轻的十字架顶。安尼，耶稣的行为甲当时的君王无共款，因为这无共款，所以因惊一跳。因为耶稣的行为跟当时候的君王的表现完全不一样，这样洗脚的动作震撼到门徒的内心。十字架是迄当时是真残忍的一个，莫讲迄当时。就是现在嘛是同款，咱听讲新加坡有种鞭刑，鞭刑就是真恐怖啊！甚至咱迄个牧师这个时代，迄阵还是婴儿时阵，妈妈爸爸因咧管教，还是老师用迄个鞭子咧拍时就真恐怖啊！何况是十字架？十字架是迄当时要处刑啊，犯了重罪的奴才甲反叛者。耶稣知影伊离开世间的时间已经到啊，伊嘛知影有人会出卖伊，甚至有人袂认伊。但是伊犹原挺因到世间的路尾。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文第8节的经文吼，来请。你阮毋通洗我的骹，耶稣应伊讲：我无甲你洗。你就甲我无干涉。洗骹较深的意义是十字架。洗骹连结较深的意义就是十字架。就是讲，要跟对耶稣的人嘛是爱开启家己的十字架。耶稣伫十字架顶的顶面，正做被奉献伫顶面的祭物。用伊的耶稣代替无伊的咱来受苦，亲自担当咱所有世间人的罪过，互咱的罪过得到医治，看当心来到上帝的面头前，当心甲上帝有好好的关系啊！耶稣基督无条件牺牲伫十字架顶，互十字架成做疼的记号。咱做伙过来读今仔日最后的一段经文，12节到15节。12节到15节，来请。穿衫搁坐，就甲伊讲：我对你所有行的，你知吗？恁称呼我先生啊，主啊，恁伫地话，我实在是，我做主做先生，要久甲恁洗骹，恁也着三角洗骹，因为我已经用模样互恁。互恁照我所对恁行的来行。兄弟姊妹，耶稣亲自成做咱的模样。14节讲，我做主，我做先生，也古早恁洗骹，恁嘛就互相来洗骹。耶稣所要求的咱，一直拢袂超过咱做袂到的。洗骹这卑微、谦卑、疼人。
牺牲感恩的行为，具体将服侍上高的意义来展现出来。洗脚这项动作，将服侍上大的意义来展现出来。当台湾愈来愈好业，社会进入另外一个真大的问题，就是老人化、少子化。伫安尼的状况的下面，互咱有真侪咱台湾真侪教会的思想。伫安尼下面，咱教会爱担负怎样的使命？政府长照2.0已经9年的时间，要将近10年的时间。在中间，咱看到侪教会倒立，但是10年后，嘛有侪教会因有种种的原因，人无够，因要做的目标无完成。并且因为做这个事工，甲教会文化传统有真侪的冲突。社区的事工本身就是一项无容易的服侍。我们要将圈内的羊跟圈外的羊连接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项真无简单的代志。但是当咱服侍，不是完全从疼、牺牲做出发点。要来感动，来咱教会、咱社区的向心的时阵，咱就是什么？要有目标，有计划。咱要透过这个事工，咱有通对政府遐得到偌济的资源，还是讲有偌济的人，你要来咱教会通受洗，还是安尼起初要做这个事工的心态，心是唔对的。安尼后壁面，自然就有真多的问题来发生。毋是囡仔社区的事工，台湾这几十年，拢有真多的方法、甲策略，要透过这个事工10人引来教会。回头咱看咱建成教会伫咱全教会的支持下面，咱接纳下面，咱这个事工，伫咱10几位的同工，咱辛劳10几年，咱一步一步咧做。牧师会记得8、9年前来的时阵，你担心无人来咱的教会牧师搁咧做迄个海报，你知唔知吼？迄宣传单宣传单去咱真多的所在搁请请人去派迄宣传单，你知唔知咱两个一步做一步做一步来调整学习，安尼10年来，扣除寒暑假4个月，咱的同工一礼拜有3天，牺牲3天的时间。伫咱这个社区咧服侍，在同工咱用耶稣的疼，甲咱的真心来服侍咱这个向心，差不多有100位左右，有9成拢毋是基督徒，咱的这个台湾咱这个社区的向心。这10年来建成真侪因疼第2个家庭，因真爱来建成。伊嘛有感受到教会耶稣的疼惜，咱社区的事工，你实践耶稣疼的界面，疼厝边亲像家己。兄弟姊妹，在座咱拢是耶稣的军队者，但是牧师要问，咱敢讲真正大家拢是受伫耶稣？牧师阁讲一遍。咱在座拢是耶稣精选来到教会，咱拢是来军队伊。但是牧师要讲，咱的心敢属于耶稣。咱要甲耶稣有团契，生命有结连，甲耶稣顶面有份，毋是外在的经文财宝。因为耶稣讲，经文财宝伊拢无。
耶稣讲：“我来叫人是要得到性命，并且得更加丰盛。”耶稣无要求咱的教会的礼拜堂有偌大间，耶稣无要求咱的聚会要有偌侪人。你放心，你有要来做礼拜，无要来做拜，无事拢袂先担心。这嘛毋是爱无事担心的。无事嘛无要求咱爱有偌侪伫社会中有偌大的成就，嘛无要求咱爱奉献偌侪。因为奉献是咱对心内、心体、咱深心、咱的感受，咱回应上帝对咱的听。咱今仔日伫周报应该看到一笔奉献，真大笔的奉献。哦，你放心，迄感受毋是打错。哦，那个怎么奉献是不是打错？毋是，迄是咱真正得到深深感受耶稣对咱的听，咱用奉献来回应。对耶稣对咱的听，耶稣要求的咱是内底是毋是真正清气？咱是毋是愿意拍开咱的心来领受耶稣予咱的恩典，并且咱勇敢来跟对耶稣来向头前来跑走？兄弟姊妹，当咱了解服侍意义甲伊的重要时阵，咱就需要伫逐时阵来操练。咱用谦卑来接受耶稣对咱的洗脚，并且咱共款，咱嘛学习啊，互相彼此来洗脚。咱甚至咱咧去为咱感觉上无古水的人去他洗脚。咱教会咧做社区，我知影有真侪教会，咱的反应拢啊无调整。咱伫教会，咱在教会看高高在上。咱而且对外口人会来，咱看袂起因，而且感觉因来教会拢毋捌礼数，真凊彩。这是咱爱调整的，咱爱去查因洗脚。所以我想教会长老，阮咧做社区，咱有一个重点就是，咱袂知吼，咱每一个同工，咱面容一定爱笑笑。有时咱的长辈因慢慢年老。像咱这礼拜有一个失智的长辈，已经来几啊冬渐渐失智，甚至这礼拜佫从带着尿袋来，伊嘛想要来，伊叫我的老带伊来。伊迄个中间嘛发生真多代志，但是咱爱用吞忍，咱爱有耐心来服侍伊。这就是耶稣洗脚的精神。兄弟姊妹，也是咱愿意安尼咧做的时阵。相信伫咱信仰的路程，咱会渐渐拄起咱生命中的骄傲、软弱、甲黑暗的所在。咱会成做一个谦卑、有信心、勇气，排起咱家己十字架，咱跟对耶稣忠心的门徒。咱会慢慢经历，为什么有真多信仰的前辈？咱今仔日等下，咱要做伙来少年，咱做咱建成教会做信仰的前辈。为什么听咱信仰的前辈常常咧分享讲，因愈服侍愈甘甜？为什么愈服侍在愈甘甜？我愈服侍愈艰苦？为什么有法度愈服侍愈甘甜的迄个滋味？因为无事知影，因为常常有耶稣的光甲伊同在。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阮听你的信心真正是无够，就好亲像当初主你受掠的时，必定嘛是3摆无认捌你。愿主加添阮所有兄弟姊妹有教育的开力，互咱学习。主你的模样甲款式，阮彼此来洗脚，阮彼此相听，阮排起阮家己的十字架，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回应诗，咱来唱信诗第461首。我的信心若无定，信诗461首，请会众起立来吟。
会众请坐，奉献，咱请服侍同工。请咱会众那起立，咱来吟奉献的诗歌。请坐。今仔日是中秋佳节，嘛是咱教会清明追思的主日。咱即时，咱昨我咧甲英英来看咱追思即个影片，其实我家己嘛真感动吼。咱会当看迄影片中间的事吼，女人的上大的礼物其实是死亡，所以咱将咱的时大至亲，也是咱甲咱三甲做伙的兄弟姊妹，咱伫即个影片中，你看的中间，咱哪来追思？希望再见更是有限，胸怀一地要为地走，依靠过去爱残漂泊，无意言行是动的心，无黑就逃为心。就他为心，我的痛苦为心，孤多无心，心若随流，不求放松，无意也是，无意也是。无心，我的。
时，静静讲话拢有时，听小缘分到前方。有伊的时，有伊的时，相同的时。万行代志。有伊的时。花开伫田园边，风吹来笑微微。孤单流浪的白灵心，想要飞去你身边，一种思念的香味，我永远袂放袂记，亲像故乡的名字，时时叫我倒转去。母亲花开的时阵，我拢会来想起你。你是上帝手赐我，永远疼痛的恩惠。时间是无情的流水，将咱隔离来分开。我知影，总有一日，咱要搁来相母亲花开伫心内里，我偷看落雨里，你的形影点点滴滴，互我想起囡仔时。你的可怜甲安慰，一款无名的滋味。你暗暝对我闪闪细细，Orange baby， 母亲花开的时阵，我拢会来想起你。你是上帝祝福我，永远看到的表示。你是我上水的花蕊。也是一生的美，
开伫心内面，我永远思念你。春风吹来一阵幽兰花香味，树头枝赤鸟欢喜伫今时，溪水边草木清水水果甘甜，我看见上帝的疼充满伫万面。一枝草，一点露，显明天白大慈爱。一口气，一滴水，想思愿我命的方向。一心踮伫主的内面，乌罗里创造大关联。春风吹来一阵幽兰花香味，树头枝赤鸟欢喜伫
咱用即个影片，咱来孝念咱已经过往的兄弟姊妹，甲咱的至亲。生命起初到最后，拢是主掌权。虽然咱亲人的安息，咱袂当来阻止，但是上帝伫这中间下了永生甲毋忘，嘛，互咱会当过来珍惜咱身边、咱在身的所有的亲人。咱只是要来看公道的事项，咱来看周报，掀开周报，咱共款为了教会义上宣传正信徒万民该做生即种大的咱的迄个意向来带导，过来为了咱过来即个中秋节节了后礼拜就是国外节吼，咱愿耶稣是一个会牺牲救赎恩典，咱会当学习来服侍，来真心真意，来谦卑，来彼此委身。咱为了咱的肢体吼，就王兰节、赎罪节、丽水兄、清光兄、灵和兄、春季节、若灵、舞龙、秀荣节、世民、以诺小朋友、志坚、亚娜、怡君，咱提名这肢体来代祷。第三，咱为了咱的兄弟，最近大家拢有伫清明来伫咧扫墓的行程，拢会当出入平安。为了中东的战争，求主教育丰盛的慈爱来改变心意，互世间人伫伊大象其中得到怜悯。咱三角因为今仔日为了咱的孝念咱亲人，啊，为了咱的兄弟的肢体，咱为了教会逐项事来即时做伙来祈祷。哈利路亚！主你是阮的主，是阮的上帝。主你将平安放伫阮中间。主你时时做阮的帮助，做阮的家境中，做阮。感谢主你听阮有声的祈祷，赦免阮的手啊，阿萨贝做阮的主，哈利路亚，是，我是感激主，主，阮为着阮的双脚会当来到教会，感谢你，阮也为着阮的双手会当有气力。服侍来感恩，阮也要为着教会身躯病痛人来代祷，求主帮助阮，借着耶稣的恩典甲怜悯，伫基督的光明中，互因有毋忘，互阮有信心甲勇气。阮嘛要继续为着咱社会的平安、政治人物的公义、司法官员的公正。中东的战争的停线，世界和平的维持，拢要摆伫你的面前来祈祷，求你听阮的声。但愿互人安慰甲毋忘的主，因为你的国话带互阮的性命换新，也拆毁阮心中的墙，像耶稣为学生洗脚，学习谦卑顺服，伫教会群体中。彼此相听，互相提携，看见合一的美好。伫即个清明扫墓期间，求主保守亲人出入平安。阮也要怀念阮的至亲时代水的脚领，甲信仰，成做阮的军地甲纪念。即时，阮要用主教示阮的主祷文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能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安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人，无伫带阮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代代无尽。阿们。报告。后礼拜事奉也是有服侍当中，请咱家己注意来看。教会消息，今仔日咱主日就是
清明节的联合追思礼拜。咱感谢每一个咱的故人，拢会当留水的见证，毋茫咱会缀因的脚链，诚做咱后世代的咱的生命的养分吼。第二，咱主日1点，咱要开小会吼，要伫咧1楼吼，请小会员来注意。第三项吼，后礼拜就是咱的国乐节学乐的礼拜吼，后摆要举行第2摆圣礼典，然后要受洗跟圣礼昔日回节兄弟，牧师来报名，请咱所有集体来办心，存敬畏的心、感恩的心，甲主来同道。第4项，4月初5主日爱餐了后，大概是12点，宣道部有举办国乐节的彩蛋的活动，地点伫1楼。第5，2026年第1季4到6月的福赛排班表演，大伫公布栏甲各团契的赖群组，需要纸本的兄弟，请咱来1楼来摕。第6项就是迄个咱的新眼光的读经手册，已经伫咧交代到，请咱有需要的人，请咱家己来摕。团契消息，4月初9拜四暗时上山教会社青吼，甲咱的社青来举办联谊吼，请咱若是社青的朋友、新朋友欢迎来参加。第2就是4月初10拜5早起上年团契有聚会吼，主理是姊妹牧师。教界消息4月初3暗时吼，这咱拢逐年固定吼，受咱国乐节前日拜5，咱共款中区吼，台北中区正信道举行耶稣受难联合圣餐礼拜，固定咧伫大场埕教会，邀请咱兄弟来共同参与。奉献面世，请咱家己来看。最后来念上营信息515首，信爸天爸，愿感谢你，请会众起立来念。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帮助甲扶持，互咱勇敢伫委身服侍，操练咱家己，排起咱家己的十字架，对即时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
今礼拜到这，请咱牧导来散会。